最近，一名患有残疾疾病的女孩也没有逃过他们的魔掌。这位女孩透露，患有精神疾病并有5个孩子，都患有不同程度残疾的一名60多岁的阿依托尔逊库尔班也被抓捕。消息称，阿依托尔逊库尔班常住地址为新疆阿克苏市喀拉塔拉镇阿尔麦里村3组7号。在东突厥斯坦被中国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关押的无辜人民，遭受了心理上、精神上、肉体上的残害，很多人不明原因死去。为了纪念他们，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拉木图举行了阅读古兰经并进行了祈祷。东突厥斯坦的哈萨克人为逃脱中国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抓捕及破坏，请求在哈萨克斯坦避难，并向阿拉木图州长提出申请，为他们的配偶和兄弟姐妹及亲人伸冤，维护他们的正当权利。俄罗斯前特工谢尔盖·斯科里帕尔中毒事件后，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外交紧张局势继续攀升。俄罗斯已表示，英国必须从该国撤出逾50名外交和技术人员。上周已驱逐了23个外交人员。在即将到来的复活节前，意大利警方接到来自突尼斯的匿名炸弹报警电话。为避免任何有可能发生的危险，意大利警方严密关注了各地举行复活节的宗教活动、宗教场所、购物中心以及夜生活丰富的地区。意大利首都罗马和各个城市也全面提升了安全警戒力度。中国发送的卫星已失效并失去了控制。天宫1号又名天空宫殿1号正在不受控制地快速接近地球，预计将4月1日或2日坠落地面。天宫1号曾被视为将中国变成太空强国的科技项目。